Hello， 大家好，BLHK 喺度。冇錯，又係一年一度例牌嘅 vlog 片啊！2017年搞啲咩好啊？喺呢一個2017年，我呢一個 BLHK 嘅 channel 可能會完全變咗做呢一個後製影片嘅 channel， 即係我可能會剪一啲無人公子影片。咁 Facebook 大家如果收到情報嘅話，都應該知道五公子嗰邊都考慮直播，咁我可能都會去剪埋五公子精華都未定嘅，所以我會剪兩邊精華。所以我係咯，都係嗰句，我會將呢個 channel 變做一個完全係整後製影片嘅 channel 咯。咁當然啦，我都會即係間唔中實況下，如果有啲真係精華中嘅精華，都可能間唔中剪下自己片啦。而 Smite 嗰一邊呢，我可能會自己練，而唔係話實況練咁樣啦。咁就係咁樣，好快完結咗呢個2017年嘅 vlog 啦。我哋今日先，我哋唔知幾時再見啦，拜。